王到。大王，臣妾失禮。你自己病成这样，还要多礼？太医和女医治为王后诊过脉了吗？诊过了，大王。看来他们不够用心，要不，王后怎么不见好呢？大王不必責怪他们，是臣妾自己的身子不争气。女医治对臣妾有幾句話，臣妾思忖良久，覺得或說中正解。寡人願聞其詳。失掉心頭重負，病症自然不治而愈。王后心頭有何重負？當兒勇猛有餘，智謀不夠，且從小嬌慣，是臣妾沒有把她教導好，辜負了大王的殷切期望。當兒年紀還小，心性未定，王後不要過於急迫。大王越是恢宏大度，臣妾越是誠惶誠恐。臣妾有一念頭，不知當說不當說。但說無妨。臣妾與羋月是親姐妹，淫蕩與嬴稷是親兄弟，淫蕩好武，嬴稷喜文。若是讓他們兩兄弟經常在一起切磋，必定相互幫襯，互幫互長。王后心思縝密，依寡人看，這主張甚好。一文一武，一文一武，正是鑄造社稷重器之正道。寡人明日下旨，選當兒和繼兒的先生進宮，商討如何共同授業之事。臣妾只是病榻之上偶爾一念，是否妥當，全憑大王拿主意。淑兒的主張沒有不妥之處。王叔、甘大夫安好。二位公子安好。公子當、公子季安好。哎，公子季，你手裡捧的是什麼呀？眾臣為公函還是公署之事相持不下，父王令眾人各上書表敘述。這麼說，大王是要二位公子拿着他們的書表敘述去學習？正是。二位公子慢走。王叔、甘大夫继而告辭。好，走好啊。王后是想立公子當為大秦王儲，可為何又提議讓公子季一同拜師學道？楚離子是怕公子季天賦異稟，再有羋月助陣，把公子當比了下去。哼，你我調教公子當數年，讓一個6、7歲的小兒比下去，總是丟人。楚離子不用多慮，這宮裡人們要提起此事，就說公子季是公子當的小伴讀。伴讀？只有太子才有伴讀。第一公子當太子之前也可以有伴讀，哎，這是不是伴讀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們心中的繼承事實。這計謀不像是王後的心術，倒像是出自甘大夫的手筆。楚離子過譽了。你這次陪司馬將軍送書表，能在咸陽待上幾日？司馬將軍可以多住幾日。我明日就要啟程，返回京中。就這麼點時間，你還來看我？小人想念姐姐嘛。還有，司馬將軍也特意囑咐我，一定要來看望姐姐。司馬錯將軍提議伐蜀，而張儀提議伐韓。你來見我，是希望我能在大王面前進言，幫司馬錯一把。
什么事也瞞不过姐姐啊。你可知道，张仪也托我向大王进言，建议伐韩。那姐姐如何去做？我谁也不帮，我只看大王自己的意思。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我说？咱们的小狼弟弟白起怎么样？他呀，他就是个半疯子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而且他打仗的风格特别奇诡，从百夫长升到大都统，再到偏将，只要他出兵，仗仗皆胜。就连司马将軍都說，帶兵20多年，還頭一次見到像他這麼有天賦的將士。你有沒有把孫武13篇交給他？交了，當然交了。不過我覺得他好用騎兵，不落窠臼，兵法在他手裡多有新意，總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。他是個有出息的孩子，好好帶他，不要過分拘着他。家人知道。見過夫人。哎，這些都是蜂巢嗎？是夫人。哦，宮裡曾經也有人養蜂，但這樣的蜂巢還真不多見。這些蜂巢都是寶貝，是大王命人千辛萬苦從蜀地移來的。再好的瘋子，也還是瘋子嘛，為何就成了寶物啊？奴才聽說王后久咳引起了頭痛病，後來吃了五都山的一小瓮牙蜜，病情立刻就好了許多。王后自此心裡就總念着那牙蜜。大王得知，專門派人去了蜀地，費了不少功夫，才將這蜂巢移回到宮裡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還記得嗎？那五都山的牙蜜，還是你托人帶給我的。如今有了這些蜂巢，王后想要那牙蜜，就唾手可得了。大王對王后還真是體貼啊。我若是告訴你，這些蜂巢是我請求大王派人去蜀地弄來的，你可相信？姐姐為何要為王后煞費苦心啊？這2年，看着繼兒漸漸長大，我總會想起在楚國的那些日子，想起楚國的人和事。那時候我跟他……姐姐提起的那個人，是楚國的公主，不是秦國的王後。如今，王后已經與你有了隔膜吧？我可是聽到了一些從她宮裡傳出來的難聽話。宮裡人